就好似學校總係傳有鬼嘅咁，好多公司都有唔少恐怖傳聞嘅喎。而我嘅離奇遭遇呢，就由一個神秘嘅部門開始。入咗嚟呢間公司都差唔多9個月啦，個工作環境呢都算唔錯嘅，不過就悶啲咯。尤其我部門啲人個個都唔中意講嘢嘅，我都係靠平時幫其他部門同事整電腦先叫有機會吹下水，順便八下公司啲嘢咁。就好似今日咁，喺2個同事口中八到啦，原來公司有個好神秘嘅部門叫特殊開發部。咁到底有幾神秘呢？除咗個部門係位於普通員工搭嗰部 lift 都去唔到嘅地牢之外，聽講話冇咩人知道佢哋實際係開發啲咩嘅喎。入邊有幾多員工啊？冇人知啊，連佢哋嗰層係點樣嘅都冇人知嘅，淨係聽到啲人話陰陰森森。終於呢，整下成個部門俾人講到鬼故咁，有啲人就避之則吉，有啲人呢就話望都望可以申請到調過去。我就奇怪點解佢哋咁想調去啦？佢哋話成個部門都係高度機密，公司冇翻咁上下睇得起你，你都唔使旨意入到去。同埋有小道消息話調到入去人工即時 double， 差唔多等於升職加薪。我心諗有冇咁着數啊？不過呢啲所謂嘅小道消息同都市傳聞一樣，聽下就算。冇諗到幾日之後，人事部突然叫咗我過去，同我講話有個部門急住等人用啊，睇過我啲資料話好似幾適合咁，問我有冇興趣調部門。無端端咁問我，我都唔知俾咩反應好，所以我咪問佢係邊個部門，同埋大概會係負責咩工作咁啊。然後佢竟然話係特殊開發部。之前我仲以為班同事都係吹水啫，估唔到原來真係有個咁嘅部門嘅喎。講真，喺度做得好地地，我又冇諗過咁快調職或者轉工嘅。但係一諗到話可以升職加薪，仲要個部門呢，唔係你話想入就可以入，又好似冇理由唔去咁傻仔噶，所以我都冇再考慮咁多。一口應承，只係冇諗到佢哋動作仲快過我啦。話聽日返工就可以直接落去地牢報到，而家可以翻埋位 pack 好自己啲嘢，攞翻過嚟人事部，就會有人幫我成箱搬落去喎。我一路行翻去，一路有種中伏嘅感覺。有咩理由見都唔使見下就直接可以調過去嘅？雖然嗰晚翻到屋企越諗就越淆底，但係既然都決定咗，第二朝早都唯有頂硬上去報到啦。我跟住人事部嘅指示，去到地下停車場嘅一個角落，揾到一道都幾殘舊下嘅門，平時一啲都唔起眼，唔知仲以為係清潔工啲雜物房。推開門入去，竟然係一條又暗又窄嘅通道。我而家終於明點解啲人會用陰森嚟形容呢個部門啦。晚晚放工喺度行，真係細膽啲都頂唔緊嘅。行到盡頭，再轉彎，終於見到一部 lift， 入到去一望，只不過係一部普通嘅客 lift， 但係就只去到 B1、B2 同停車場呢一層，似乎真係好似啲傳聞咁講，呢個部門啲人係要同樓上啲人完全隔開嘅。到咗 B1，lift 門一打開，哇！我嚇咗一跳，呢度啲裝修同頭先嘅又黑又暗又霉又舊，完全好似兩個世界咁。光猛唔再講，我諗樓上成棟大樓都冇一層比得上呢度。我行出 lift， 走埋去個 reception 度。佢已經知我係邊個，直接帶我去咗一間小型嘅會議室。我坐低咗5分鐘左右，就有一個叫何小姐，似乎係主管咁嘅女人走入嚟，正正式式同我介紹呢個部門同我嘅工作到底係做啲咩嘅。原來呢個開發部之所以特殊，係因為佢同我哋公司嘅業務同埋產品基本上係完全冇關嘅，而且每一個 project 都可能涉及一啲不尋常嘅科技，所以屬於公司嘅高度機密。所有嘅細節呢，就只得負責個 project 嗰啲員工知，當然更加唔可以對外透露啦。而家委派俾我嘅呢，叫 Project M， 所謂嘅 Project M 係目前仍然喺試驗階段嘅一個程式。使用呢個程式嘅用戶呢，可以透過自己嘅記憶產生一啲過去見過嘅影像，模擬類似穿越咁嘅體驗咁咯。而我主要嘅工作呢，就係隨機抽樣咁進入呢啲客戶嘅穿越 session， 觀察佢哋嘅使用情況。如果發現有問題或者漏洞，甚至有咩可以改善嘅地方，翻嚟之後呢，就要匯報翻俾上面聽。由於我只係以類似管理員咁嘅身份進入客戶啲記憶嗰度，頻率同佢哋唔同，所以喺過程當中個客人亦都唔會察覺我嘅存在嘅。而作為管理員，除咗要遵守客戶嘅基本使用守則之外，
仲有一個最緊要嘅員工守則，就係我所觀察嘅對象唔可以係我認識嘅人，避免有咩利益衝突咁啦。就係咁，我就開始咗呢個記憶管理員嘅生涯啦。原先以為呢個部門同樓上與世隔絕啫，點知原來同呢度嘅同事，甚至同 team 嘅其他管理員都冇咩機會碰面㗎，所以喺度做基本上同獨行俠冇咩分別咯。好彩啲客嘅行程呢都算多姿多彩，撞啱佢嘅記憶係身處外地嘅話，真係連請假去旅行都慳返添。有時有啲客嘅故事都幾感人嘅，譬如有人會返去後生嗰時見客個初戀情人啦，又或者有啲人會返去懷念下自己嘅寵物咁。但係有時見到啲客喊到豬頭咁咧，其實都幾影響情緒嘅。好似今日咁，抽親嗰個 job 都係文藝大悲劇，真係睇到我懷疑人生。好彩收工前最後一個 job 只係一個普通嘅家庭燒烤野餐同樂日，總算可以回一回氣。我望一望周圍風和日麗，空氣清新。如果嗰個 job 係咁咪好咯。不過不得不提呢份工嘅另一個最大好處，就係可以有模擬感官，仲好逼真添。亦即係話我哋同啲客一樣，隨手攞起啲嘢都食到佢嘅味道嘅。我攞咗杯咖啡，走埋去個客坐緊嗰張台度坐低，佢一邊食一邊好開心咁望住前面一堆人。我估呢班就係佢嘅屋企人啩。然後我望見佢食緊嗰碟嘢，咦，燒得唔錯喎，等我吉佢一隻雞翼食下先。你做乜嘢啊？我抬頭一望，見到佢碌大雙眼咁望住我，嚇到我嗱嗱臨同佢道歉，話其實我唔係有心吉佢啲雞翼嘅，但係咪住先，點解佢會睇到我㗎？佢唔應該睇到我㗎喎。然後呢一刻，我先發現佢望住我嘅表情同我一樣咁震驚。你唔係呢度啲人，咁你係邊個？我呢個真係尷尬啦！如果你係故事入邊個主角，喺呢一刻你會點做呢？如果你揀一，強行彈走個客，仲要鏟走埋佢呢一小段記憶，就睇影片一啦。如果你揀二，佢話你都係用家，都唔知點解會玩玩下見到佢，就 click 入去睇影片二啦。如果你揀三，老老實實同佢講你係管理員嘅話，就 click 去睇影片三啦。